再来看花莲县消防局接到报案，有一个去基内山爬山的查某人失踪哦。救灾人员坐直升机去找人，找到第3天，总算找到这个民众，人意识清楚。另外，伫台东的护工期间哦，某民众跋落去海里，加载人嘛有救起来。一个接到有爬山人失去联络的消息，花莲县消防局随申请救援直升机，加搜救队员载运上山，要把握黄金救援时间，找到失踪的人，无正真有可能发生意外。7月19号的傍晚，该名女子有传出最新的坐标。那本局人员于7月20号上午，由直升机搭载10名警消及民间单位下放于磐石西峰，针对该名女子的失联坐标进行下切500公尺的搜索。这件爬山失联的意外是一团8人15爬东基来时阵，其中一个女性17架队伍分开了后失联。队友报案了后，消防局出动2批次上山敲找，20伫山坎一个山洞内发现到伊。刚好我们绳索下降的人员听到他在讲电话的声音，那他位置是在一个石洞里面。他在石洞里面应该是过了2天，就是粮食跟水已经差不多消耗完了。另外，伫台东的富公渔港，20暗时划船队员巡视港区的时阵，发现有民众落入海，随等浮标互因还，并通知海巡舰艇来到三港。科信民众不慎落入港区，随即派遣搜救小组成员携带救生装备前往现场。抵达后，投掷鱼雷浮标给予攀附，以增加黄金救援时间。并穿着全套救生装备下水实施施救。互人救起来的查某人性命迹象稳定，无明显的外伤，不过意识无啥清醒，后续送台东马偕病院治疗。好在这2个事件拢伫黄金的时间内成功救援，无人员伤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